晨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日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来关心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一个公务员11月初4日时伫办公室行底路，传出北分署长谢宜勇涉嫌伫工课场有霸凌，劳动部有出调查报告，不过外界也是针对报告有真侪质疑。昨昏包括总统清德、行政长杜英泰拢有向国人回失礼。那劳动部科技会处罚的结果嘛已经出来，谢宜勇封记2支大告免职，监督伊的署长蔡明良记1支大告，调离主管的职务。那谢宜勇伊昨暗嘛发表声明，讲伊愿意针对伊的情绪管控无好势，向同仁回失礼。不过伊嘛强调，劳动部的报告有写，强调过身的同事会想袂开，和伊的领导风格无关系。向不幸过世的劳动部同仁的家属以及国人，表达最深的歉意，对不起大家。伫镜头前行礼，对不幸过身的劳动部同仁甲家属表示道歉。劳动力发展署公务员过身的案件，除了行政院长杜英泰出面回失礼，总统赖清德也伫 FB 第一面回失礼。除了下令全面调查真相，也要改变理所当然的职场文化，对中央政府各部门机关进行全面的检讨。我们必须给家属跟国人同胞真相，所以全案移送检调单位详细调查，追究责任。劳动部展开科技会，决议何社会相关人士对霸凌、督导不周等代志负行政责任，其中北分署长谢宜勇记2支大告免职，劳动力发展署署长蔡明良记1支大告，并且调离主管职。那谢宜勇公开声明，讲愿意就情绪控管无好等行为，向同仁公开道歉。但是当事人因为超时工作不幸过身，甲伊领导管理风格行为做法无关系。对于伊无提供资源时唔对，伊向当事人甲家属回失礼。依照考绩法的规定，计量大过就当然免职。那在免职处分确定之前，就当然停职。调查立委轮流批评，和劳动部长何佩珊几多遍讲甲强要流目屎，伊解释回失礼讲，调查报告内面的目的良善，用法唔对，并且讲伊家己也无责任，会向行政局主动请示。行政院长杜英泰讲，会先叫何佩珊赶紧完成完责任的追究，结果来讨论责任的问题。我拖累了他，部长很抱歉。部长，我想眼泪好，我也不是认的，是。眼泪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今天我用一个立委质疑官员互相伫咧暗号，杜英泰是强调专案已经移送检调追究责任。那谢宜勇昨暗搁再请律师发声明，讲这份媒体的报道甲事实有出入，引起网络的公审，出现未信审判的情形。劳动部霸凌事件要安怎处理，考验公部门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工课场霸凌的议题引起外界的讨论，伫网络顶悬就有人指出讲，亲像卫福部的疾管署警备组嘛那亲像传出有工课场霸凌的情形。不过疾管署的发言人罗一军伊表示讲，目前并无接到申诉，不过已经主动调查，1礼拜内会完成调查报告。最近大家拢伫咧讨论职场霸凌的问题，有网友就伫通讯软体讲，疾管署警备组的主管个性歹、无耐心，逐工逼进度逼甲真严，政策着急要上线了出代志，抑阁推卸责任，叫下骹人排罪，甚至对同仁大细声话揪，写公文嘛敢真歹听。最近因这个单位想要调离一个人有3、4成。在当天获悉这样的一个贴文之后，也立刻就是讨论，然后检视了在这个人事室相关的一些最近的这个检举或者是陈情，或者是说有投诉的状况，并没有相关的事件哦，所以网络的爆料是否属实，我们目前并不知道，那也没有明确的这个检举的受害人。不过就是还是会比照这个我们的职场霸凌处理流程呢，成立专案小组。罗义军讲，疾管署伫咧知影这个消息了，虽然无接到相关的申诉或者是检举，但是为着谨慎，是比较职场霸凌作业的规定，成立专案小组主动调查。小组包括2位署内委员，还有22位有法律或者是心理咨商专长的外部专家，赶伫咧1礼拜内完成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工课场霸凌的形态真侪款，劳工团体就表示，称赞有接到民众的咨询，劳工团体嘛建议民众，若是有拄到，就爱收集证据，维护家己的权益，主动去申诉。另外，嘛有律师即马表示讲，目前工课场霸凌的规范和处理机制并无周至，应该加强。劳法署的公务人员测试行底路的事件，互工课场上的霸凌议题引起大众的关注。劳工团体也表示，确实真接到劳工来问霸凌的问题。主管用较无适当的这种管理方式，可能会比较用骂的啦，讲欺负啊，叫伊要去做较困难的工课安尼吼。所以讲，其实这个样态是真侪啦，较侪其实拢还是在这种主管的管理顶头吼，可能有较严厉的这款语言嘛好啦吼，无就是讲较不合理的工作分配。劳工团体也强调，拄到霸凌状况，不管是同事也是主管，拢建议民众爱收集相关的证据，亲像录音、工课上的文字记录等等。未来若是要申诉，甚至寻求法律的协助，这些资料拢会使保护家己。另外，也有律师指出，工课上的霸凌，若是要追究法律责任，其实真歹去界定是毋是有侵犯到劳工的权益。目前因为这个地方很难界定。那就算界定出来的话，你要寻求法律的帮忙，无非是刑事跟民事嘛。但是霸凌这个东西，就是跟法律就是一条线哦，你很难去界定到，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在法律上面有侵犯到你的权利，比如说有造成你的心理伤害，有造成你的身体伤害，或者有造成你的名誉伤害，现在很难的就是举证超过这一条线啊。律师强调，若是劳工感觉家己受到霸凌，建议也是爱先向专职单位、主管机关申诉，先理性沟通。另外，律师也表示，目前劳工是受到劳基法、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保障，雇主若是无符合规定，得罚钱准煞。监督机制的强度犹原需要加强，建议未来通比较性骚扰的处理机制有相关的规范。记者张家佳、谢桂玲采访报道。咱关心台铁有一只区间车，昨早原本是爱对花莲的和平车头出车，严格时间到啊，拢无出发。站务人员赶紧去驾驶室探看卖，发现54岁姓林的司机员是倒伫遐，送病院救无回来。即卖伊死亡的原因等待调查。救护员较紧，甲患者送去救护车，送医过程沿路拢在做 CPR， 虽然紧急送去花莲北控5病院急救，但是路尾嘛是不幸归往。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患者已倒卧在第一月台火车驾驶舱内，现场也有人员实施 CPR。患者是一个姓林代替的司机员，20早起执行乘务工作的时阵，本来伫10点47分的时阵，伊驾驶的402车次区间快车，就应该对花莲的和平车头出发，但是过时间拢无离站，站务人员感觉奇怪，过去驾驶舱看，发现姓林的司机员已经无喘气、无心跳。代替讲，姓林的司机员伫20早起驾驶4006次区间快车到和平站，迄当阵拢无出现奇怪的所在。如果超时会被劳检啊。所以我们这个乘务工作的工作班，我们控管很严，不会有超时的问题。乘务班表示用轮的啦哈，原则上他们的平均工时哈不会超过6小时40分。代替讲，原编组列车到了后，还有差不多2点钟的浪棚，司机员有真侪时间会当休困，嘛好认超时做工课。另外，姓林的司机员是既然机务单，嘛会厘清伊出勤和工作状况、确认原因，而且帮助家属处理后壁的代志。代替企业工会是表示讲，代替转型公司化了后，虽然工作时数拢有伫规定的范围内面，但人力无法度完全接起来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年轻化的司机的那个问题。所以说，小孩子都不大，然后可能在暑假当中里面的请假需求会比较高。我们在整个工时上面是还好，只是说符合给他们来要求他们休假的请假的方式里面，这个问题点还在。吴中地讲，这个司机员的死因搁要厘清，但是代替则拄转型公司化，体制面含人力的断层爱安怎解决？对代替来讲，搁有真侪需要拍拼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在咸乡镇，咱同齐关心天气。今日受东北季风甲华南水汽的影响，桃园以北、宜兰、马祖是较高落雨，天气会较淡冷。咱来看温度。今日基隆北海岸、宜兰、
台北山区拢有局部大雨，东北风会较透。桃园到云林沿海较空旷所在，也有恒春半岛外岛的红头树、绿岛、偏乌马祖，拢有机会会出现9级至10级的强阵风。因为温度的方面，北部、东北部规天的温度是伫19度至23度之间，加上落雨，就会感觉天气是较湿、较寒的。若其他的所在，低温差不多是20度，高温上悬有28度。来看家己的义德，昨中昼发生规模4.6千层的地震。因为家己中部伫10月底一天有8届地震，台南满到16到19这几日嘛连续发生几若届的地震。有民众烦恼讲，敢是南部要发生大地震啊？也毋过学者分析了后是认为讲，这地震应该和0203花莲大地震有关系。人客哪开讲哪等餐厅出菜，但是忽然间发生地震，互餐厅的人客拢总错一个。家己20中到12.23发生深度11.7公里，就是规模4.6个千赞地震。真央是伫嘉义县的义德乡，拢总有12个县市有感觉。我们一直以为是外面的出了车祸，大车相撞，因为整个房子都震得很恐怖，那客人也受到惊吓，那还好只有震了一下，那没有什么损失。台南满到16到19连续4天当中发生6摆地震，其中2摆是规模4以上有感地震。内面事件是小区晓，20中到嘉义的义德阁发生地震，互人想到讲嘉义的中部顶个月27，一天连续发生8摆地震，学校社区透天拢密密麻麻。两个地震敢有关联？学者讲，无排除是0203花莲大地震了后，受应力调整影响造成的。发生的位置，然后跟他们震源机制来看的话，这几个地震之间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关联性的。那有可能是因为还是受到04、03地震之后呢应力调整的状态，所以在这些地方呢，达到它的一些可以发震的一个门槛之后呢，它就会陆续产生一些地震的活动。学者分析，10月中部的地震是走向粗刷短暂，11月满岛和义德的地震是属极冲短暂放能量，因三个是并无明显的关联性。但因为西部的地震震源较浅，震度相对明显，学者提醒民众爱甲脚的倒去也是落来的家具固定，减少地震发生了后的灾损。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美国嘅西北部是出现暴风雨，有的所在各地落大雪，造成大范围失电。目前已经知影有造成2个人死亡，超过60万户停电，影响700万人。专家今嘛是指出讲，这个低压系统差不多等于是4级的飓风。伫咧大风雨闪过了后，真侪树仔规丛被淹倒，一寡车冒险对树仔骹驶过。这场强烈的大风雨自19暗开始影响北美，强风大雨佮落雪，和华盛顿州有超过60万户无电，加州也15000外户失电，影响太平洋沿岸各州700万的居民。We had some trees come down, and a lot of things blew around, but we did okay. Nothing major. 风暴的风速1.80公里，阵风上悬有到时速110公里，影响范围包括加州北部、奥勒冈加华盛顿州。这场风暴互人叫做炸弹气旋，是指冷空气团加暖空气伫咧24点钟久内快速消融佮强化的现象。There's a number of factors that are involved with any storm system to make it a bomb cyclone. But really, the most frequent thing that we see is when we have some stronger cold air being pulled into a warmer system. 炸弹气旋唔那是美国西岸有，也有可能发生伫咧西北太平洋加北大西洋。华盛顿邮报讲，根据自1940年代以来大气压力资料显示，这场风暴是有记录以来上强的11个风暴，上计中心气压的强度差不多是4级飓风。公司新闻郑伟玲、吴继昌编辑。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气候变迁绩效指标昨天伫第19届气候峰会公布排名，咱台湾是排伫第60名，这是伫全世界排伫尾啊。指标内底是讲到咱台湾欠缺太化化石燃料转型的计划。也毋过，咱的环境部是强调讲，评比的方法有争议，无应该用这款指标来判断咱政府敢有咧减碳。环境部讲无法度接受这个排名的结果。来看《中国时报》，为着要解决欠药仔的问题，健保署有过2项主法。未来新药仔若是伫国际上上市2年内要进口来台湾，会当比较新药仔提供优惠。因若在地的药厂药品
制造国产的新药健保合格上济会当加3成的计数，新制度上紧伫过年了后会当实施。来看自由时报，经济部统计处有公布10月份外销订单金额是美金554亿，年增率4.9%，连续8个月正成长。今年前10个月接单的金额年增率是3.8%。经济部统计处是表示，每年外销订单有机会正成长，而且有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3悬。镜头来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昨昏排审选罢法修正草案，其中上受到讨论的是罢免的标准。民进党的立委伫昨早就去占领主席台，国民党的立委是一直话讲要开会，双方发生冲突。下晡的时党团协商，哪力白三党的党团也是无共识，所以即马立法院长韩国瑜就讲，等拜五要交互议会来表决。立法院内政委员会20排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哪力党团拢发出较激动观念，民进党透早4点半就来攻占主席台，但国民党入来双方相会。伫排审的大个修正草案内面，国民党立委柯武真提案涉及罢免条件，主题就是还未满1年的，未当做罢免的提议和联署，或征得罢免同意票，必须超过被罢免人的当选得票数。选举的时候的投票到罢免的投票，这中间大概至少要经过1年半以上，人跟事都会有很多的变化。哪里双方伫会议无人要让，若要调位市议员宣布休困，但到下晡做调查协商时阵，同款无共识。民进党的立场。不管是联署加严加密，这个都是剥夺人民行使罢免权利。它不是一个加严加密的版本，它是一个落实查核的版本。在内政委员会今天要排案的是另外一个条文，有关于投票门槛。有国民党的委员拿着自己自备的党团的麦克风，这个是一定要在制止的。不让主席坐上主席台，请问一下，到底哪一个比较严重？经过1点钟的协商了后，立法院长韩国瑜才是讲，既然无共识，就照议事规则处理，就是拜五会交付议会表决处理。民众党团虽然讲表示反对提关条件，但对罢免联署认为爱护身份证影本避免改则。法律应该有一致性。联署门槛应该要加严。我们认为现在各自的状况跟治安的状况，反而会降低有些人呢在提出他自己罢免联署上面的一个意愿。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讲，罢免联署含条件加严，目前是无法度达成共识，只会加大政党竞争，也会对社会安定和家庭经济发展无好处。记者综合报道。了解新郑总统蔡英文伫昨暗伊出发要去加拿大参加论坛，卖伫这指控技术 HISF 年会顶悬发表演说，要向国际社会传达咱台湾人民坚定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卖传达咱台湾会继续向国际社会贡献稳定和繁荣的力量。前总统蔡英文有发表文章表示讲，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是全世界民主国家在讨论安全议题、加强化战略合作重要的会议。逐年拢有几若10个国家、几若100个国防，也有战略安全专家会来做伙讨论，要来面对世界上即马上界紧张的安全挑战。前总统蔡英文伫论坛顶悬会发表演说，伊要向国际社会传达咱台湾人民坚定守护民主和自由的决心。继续关心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伊表示，中国伫5日控咱总统赖清德的就职典礼，也有伫台湾消息典礼顶悬了后，对台湾发动军演是伊看过上大规模的演习。不过伊嘛讲，美国方面有做好准备，针对中国若是侵犯台湾，会对全面入侵到这片封锁，美国拢有应对的计划。南华情势真紧张，国防部20发布讲，侦测到中国军机14架次，加上中国军舰6架次出现伫台海，各军严密监控应处，对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是表达关注关切，伊讲不管中国全面入侵台湾，还是实施封锁，美军拢做好准备，有因应计划，结合盟友的优势，中国军队要下海犯台是真正力。In response to the Taiwan inauguration on May 20th, and then once again on 10/10
Taiwan National Day, as it's so called. This was the largest rehearsal as we've seen. 对中国的目标是伫2027有环台的能力。帕帕罗认为讲，中国军队环台嘛是决定伫台湾宣布独立，外部势力干预台湾的事务，也是中国判断无其他方式会当实现统一。不过帕帕罗嘛讲，俄乌战争和中东的冲突，互军火库存是用甲真济。那印太发生代志，恐惊会影响到美军回应的力量。另外，美国国会下的美中经济和安全检讨委员会年度报告建议修订武器出口管制法，简化对台湾出口管制的定数，提升台湾的军事地位，比较日本、澳洲、以色列在北约 Plus 成员国。我们看乌克兰，它也不是北约国家，但是这个美国也同时援助它很多这个武器系统，所以乌克兰它大概也是属于这种北约 Plus。等于说，如果将来进入战争状态，那台湾如果在后勤或在弹药有任何缺乏的话，那有可能是采取这个乌克兰模式的。学者分析，若顺利修法，和台湾接近北约成员国的等级，对争取采购 F-35战机这武器机会更较悬。另外，咱驻美军事代表团嘛和美国在台协会完成106亿的军购案的签约，包括航载零附件、舰艇零附件，会用来提升 E2K 有警机这军机和各种军舰的妥善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香港一团媒的创办人李智英防指控犯香港国安法，昨昏伊是继续接受审判。香港媒体就报讲，李智英出庭的时又表示，当初伊的创办《苹果日报》就是为着要传达自由的资讯。也那香港47人案，有45个人拢互判刑。伫台湾的香港人昨早嘛开记者会来声援。即马美国、英国、澳洲甲欧盟的外交官员嘛拢有出声谴责香港。香港医团媒的创办人李智英，互指控讲犯国安法内面串谋斗空外国，也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20继续审讯。根据港媒报道，李智英出庭替家己辩护的时阵讲，较早创办《苹果日报》是为了要传播自由资讯。法新社报道，对至少22国和欧洲议会内的议员和外交事务专家，是透过联署公开批，表达因对李智英犯关感觉真烦恼。另外，香港45个泛民主派人士19项判重刑。美国、英国、澳洲和欧盟外交各界官员，大家拢发声来谴责。We refuse to speak out against China'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because of economic reasons. We lose all moral authority to speak out against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y place in the world. That's not who we are as a country. 香港重判民主派初选47人案，45个人互判刑，是香港第一件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伫台湾的香港人早起是开记者会声援，香港辩声青年表示讲，对判决是感觉真愤慨，嘛表示讲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已经完全无伫力啊。这个判决其实不意外。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的政府就想要透过这种的手法，然后让我们害怕，然后继续不去发生。这件在香港的国安法实施了后上大规模的案件，47个因为参加立法会初选，防指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11月19判刑，刑期上重有10年。一国两制50年不变，舞照跳，马照跑，全都是假的。我以前也相信过一国两制的，我以为不反抗就没事。台湾必须要从香港民主灭亡的经验学习，我们要好好捍卫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不过，在认为讲47人案的判刑是对民主自由世界的判刑，47人案的宣判一出来，各界拢发声来表示关切。总统府讲，台湾会持续来声援香港，呼吁国际民主阵营关注香港的情势。外交部嘛表达关注关切，严正谴责中国政府利用司法手段和无公正的定数，严重侵犯香港人民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基本权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乌克兰顶日是头一摆用美国提供给因的陆军战术系统去攻击罗西亚。美国随着收到情报，讲有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空袭，所以因赶紧家伫乌克兰基辅的大使馆关起来。了后呢，意大利、希腊这国家嘛赶紧对咧关。不过，即摆上新的消息是，美国国务院已经对外表示，大使馆日一定会恢复运作。
基辅也有其他地区的空袭警报一直响。乌克兰空军讲有飞弹的威胁，美国国务院甲基辅大使馆关起来，因为有可能发生重大空袭。几点钟了，乌克兰当局要求百姓提高警觉。意大利、希腊甲西班牙也因为美国方面的情报甲大使馆关起来，对几类国家的使馆拢关起来，俄羅斯无回應。Extremely seriously, and that's what led to the change in posture today, and we expect it to resume normal operations tomorrow. Возможно сделать за оставшееся для них время. Вот вчерашнее решение по ракетам, по ударам по наш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Ну, возможно, также и решение по этим минам. 烏克蘭第19第一遍用美國提供嘅陸軍戰術系統 ATACMS 攻擊俄羅斯。27天天也未光，就人講聽到幾多遍爆炸嘅聲音，亦個看到天頂有火光，應該是航空部隊正佇咧抵抗俄羅斯對基輔嘅空襲。烏克蘭軍事情報機構講，俄羅斯也利用網絡散布大規模飛彈加無人機攻擊嘅假消息，想要製造驚嚇。А сьогоднішній день щось особливе очікуєте чи? Не знаємо. Я вважаю, що так. Мені дуже, як сказати, страшно так. За сьогоднішній день, саме за сьогоднішній, бо дуже багато пабліків пишуть. 另外，彭博社引述西方的一位官員消息講，烏克蘭也得到英國答應，使用英國提供的暴風之影飛彈，第一遍射向俄羅斯的領土，來回應俄羅斯部署的北韓部隊。暴風之影是英國甲法國聯合研發的巡弋飛彈，上大射程250公里。在同一個時陣，美國總統拜登也已經同意提供烏克蘭能源殺傷地雷。有一位國防部的官員甲英國廣播公司 BBC 講，美國正在加強援助，拖慢俄羅斯的進攻。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也讓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19日去德州參觀馬斯克大型火箭升空測試，展現兩個人交情真正有影真好。川普嘛繼續公布伊未來內閣名單，伊是提名小英俄羅公司前 CEO 去做教育部長。另外有傳出爭議的司法部長人選蓋茲，川普對外表示，伊無打算要換人。美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所屬的星艦巨型火箭系統。19下晡佇德州南部基地做第二屆的試飛，超重型的推進器 Heavyweight 飛上天了後，順利和第20星艦太空船分離，甲太空船送上太空。不過超重型推進器並無像頂屆試射時飛轉來陸地，降落到發射塔的巨型機械手。這個是降入去墨西哥灣，那星艦太空船射地球了後，嘛順利降入去印度洋。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親身去基地參觀試射，和大力支持伊競選的 SpaceX 創辦人馬斯克合作關係是更加堅固。因為川普人事布局，有陣是媒體咧關心，伊假意司法部長自由派眾議員蓋茨，從北韓講有開查某和未成年人發生關係，才見笑台。不過伊無考慮換人。眾議紀律委員會調查蓋茨的見笑台和歐美用藥的控訴，已經摕到兩個當事女性的大量相片，甲大筆錢的付款記錄。蓋茨頂禮拜快速是眾議院準備要立告，調查之後來結束。議長反對公布紀律報告，不過兩黨攏議員呼籲愛公開。If his nomination is going forwar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access to the right documentation. I think it would be helpful.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it. It apparently was just about done. I think it would be helpful. 川普新公布的內閣人選，包括鷹派商務部長羅德尼克，伊會掌管美國關稅和貿易政策。有了對中國的出口管制會更加嚴格，因為外科醫生出身的電視出名人奧茲擔任聯邦醫療服務中心負責人，因為世界小型娛樂公司政治院長，也是川普金主甲頂任期的小型企業管理處處長，麥克馬洪擔任培養後一代大人物的教育部。公視新聞司會長編譯。今仔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敘利亞新聞社有報講，以色列伫昨昏發動攻擊，拍到敘利亞歷史城市巴麥拉的大樓，也有一大工業區，有造成36個人死亡，超過50個人受傷。中國和尼加拉瓜政府簽署協定，計劃伫尼加拉瓜的東部挖建加勒比海沿岸，要起一座深水港。這個位置離美國是真遠，所以外界認為可能是被反制美國。
来看美国民主党的迈布莱德，伊选调众议员，是美国国会头一个下性别的议员。那即马变数是正做讨论的议题，因为共和党籍的众议院院长强森公开反对伊去使用查某变数。镜头带过来，咱来关心警方抓到国际运送毒品的案件，嘛发现讲幕后的主嫌是山球的选手，伊长期住伫美国，即个查回来的毒品市价超过大票1亿。伫该抓到进前，用即款走私毒品，即马台湾进行上无已经有2年啊。即马伫台美司法合作之下，昨昏已经甲伊遣送回来台湾，警方嘛伫台湾抓到其他7个嫌犯。因为你是台湾的通缉犯，然后所以我们现在依法逮捕你。接手这个台籍嫌犯，甲人上铐，督捕特勤队一路押前来戒备，改送地检署。今天会把我们高豪夫整个挥杆里面最重要的诀窍、最重要的秘籍告诉大家。互抓到押送的人就是伊，毋但开频道兼做自媒体，更加是一个高球选手，伫业界有即摆名声，确实刊入跨国运动，对美国互遣返，20登来台湾。钟贤这本人啊，是具有竹联帮名人会的一个身份背景，违反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台湾甲美国2个所在总共抓到8人，即摆也是头一摆，咱国警方会使亲身到美国参加美方的攻击行动。刑事局调查，30外岁姓张的查甫人藏伫洛杉矶合法买大麻，用碰意来暗号，空运走私来台湾。验过专案伫破案进程，已经靠这类手法未到有2年的时间咯。美方同意用快速遣返，运用移民法的方式，将这个中信祖先遣返出境，然后交给我国的执法机关来做拘捕。岛顶全部拢是扣来大麻，有51公斤，若是全部卖出去，会使赚200倍，不法利益超过1亿。伫台美合作之下，成功甲伊抓落来，更加甲主嫌抓回来。验过学者分析，换到其他国家，抓人的行动就不一定能成功。如果不是很友好的国家，或者是没有刑事司法互助的国家，那要把人抓回来，那实在是难如登天啊！说实在的。就惊嫌犯所谓国家甲台湾关系无好，要甲人抓倒来台湾，恐惊困难度真悬。安怎来提升国际关系，强化跨国合作，也真做即阵爱重视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家己大的负责人，因为中风，伊转去申请居家照顾服务员去厝内甲伊斗煮食。伊是要求讲，若是要洗菜爱用碱水，若是要洗果子爱用盐水。啊，毋过居家照顾服务员需要用杯仔泡碱水，这个负责人了解内底是盐水，转摕来啉，造成胃溃疡。即马照顾机构有出面回失礼，嘛讲会负担医药费。敢是画面内底机护员将白色鸡粉倒入杯仔了，加自来水放伫台仔顶悬，但逢照顾的毒机护人煞当作迄是盐水，直接啉落去。脏器很死到烧坏了。做那个胃镜检查，那个镜子塞不进去了，硬塞进去了，都肿起来了。肿起来了。70几岁的妇人是伫中风了，透过1966安排机护员，对4月2日开始到厝煮饭。事发伫6月2日，妇人因为啉到碱水，身体无爽快，3天后通知当照机构。7月初甚至住院1礼拜。虽然事后8月时阵，机构甲保险公司捌来讨论赔偿的问题，但双方无共识。盐水去洗水果，碱水去洗蔬菜。之前个案都会先泡好，那一天是刚好没有了。泡好之后是忘记跟这个长辈告知。那装的钢杯的部分，因为长辈以为这个是盐水，才会导致他误喝。机构20回失礼表示，机护员已经记过并停止派案，因为10月才收到个案提供的收据，赔偿搁伫处理当中。但因为袂少家庭拢会用碱水来洗菜叶仔残留的农药，医师嘛提醒啉到碱水的风险。用碱水的话，它 pH 就比较高，就担心说，如果误喝的话，它会造成肠胃道的不适、肠胃道的一些溃疡，然后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肚子痛，这些都可能会产生。民众因为健康状况来申请居家服务，想袂到煞发生照顾的疏失。高市卫生局表示，会继续关心个案的就医情形，甲机构后续的处理状况。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亚伫新竹是有一个3个月大的查甫婴仔啉老母的奶啉甲死亡，因为伊的妈妈长期是食毒。即马法医是伫红婴的体内验出安非他命。新竹地方法院依照过失致死罪，判即个姓杨的老母爱关6个月，
专案也可以当上诉。即马新竹市的社会局表示，因为厝内还有3个幼囡仔爱顾，才规定市府会甲这个囡仔安置。新竹市一个3个月大的查甫婴，因为面受反背骹手冰冷，互送去急诊，不过抢救无到1点钟就宣告不治。事后发现，伫个查甫婴体内验出高浓度的甲基安维他命。饲养的老母承认讲，饲母内时拢有咧食毒，查甫婴啉真侪有毒的母乳，才生共死。本件被告涉犯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本院审酌被告为了吸毒解瘾，轻忽被害人的健全发育，过失责任程度重大。同时考量被告坦诚犯行、上知悔悟等情状，判处被告有期徒刑6月，得1颗罚金。本案仍可上诉。查甫婴的老母照过失致死罪判6个月有期徒刑，会当改罚金，嘛会当上诉。新竹市社会局表示讲，因厝内还有3个幼囡仔，照规定会由市府来安置，嘛会强制这个老母上亲子教育课程。检警介入调查了后发现，查甫婴的肺甲头脏的甲基安维他命。已经达到对婴儿婴儿上计致死量的4倍半，佮检出体内甲基安维他命代谢做安维他命。你如果已经既然要喂母奶的话，那个平常如果有饮酒习惯的话，都真的是尽量避免。那毒品当然是绝对不行啦，不只是妈妈不适合，宝宝更不适合。而且妈妈在吸食的过程，整个空间的那个里面残留的，我们说2手毒品的话，那个伤害也一直存在啊。医生嘛进一步表示讲，母乳有几种免疫物质甲必要营养素，会当提供婴儿天然的营养，无适合饲母乳的状况，包括老母本身得着免疫不全 HIV， 老母有肿瘤当咧做化疗，也是婴儿有先天凝糖代谢问题等等。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有民众伫网络顶悬抛出一段影片，影片内底咱看到讲，这是幼稚园举办校外教学，囡仔因为较痛，所以较讲袂听，老师就真粗鲁对囡仔扭扭勒勒的画面，老师失控，就是引起讨论。咱即马这间幼稚园已经出面回释咧，嘛表示会甲这个老师送教育处去调查。这件幼稚园老师敢若情绪失去控制，粗鲁对待囡仔的代志，是发生伫咧19早起。学校安排22位大班的囡仔到附近的庙参观，因过伫排队时阵，可能囡仔动作较慢，老师情绪失去控制，故就变大力扭囡仔。很震惊啊，因为我女儿就在这个班上。对，影片中她有拉扯到我女儿，老师后来都有一一打电话来道歉了。民众将规个过程翕起了，放在网络顶，就真侪家长来幼稚园关心，乡长也真生气，要求调查记过。学校开会，甲老师记过，让教育处审查。感到非常的痛心，也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子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乡托幼儿园的方面？那也，所以我也立刻跟乡长来反映那公所也做了立即的处置。园长讲，这个老师已经教7年啊，普通时也真认真，代志发生了，伊真后悔，也家己辞职。家长也拢愿意原谅，给伊机会。当事人呢，也是一一的跟每一位的家长。通联，然后呢，抱歉，然后也希望给他一个机会，也希望给我们幼儿园一个机会，再一次的呢，深深的一鞠躬。花莲县政府这边教育处也会进行这个审查小组的调查，那确认是不是这个案子有关就是涉及不当管教的一个违法事件处理。好佳在关键代志无囡仔受伤，幼稚园强调会对囡仔进行追踪辅导，并且加强老师的情绪控管。记者综合报道。要成立人民团体有年纪的限制，即马就一寡有心想要来参与公共事务、推动公共事务的少年家，是因为人民团体法内底规定讲，一定要有30个成年人才会当成立社团。昨昏呢，因就呼吁讲，人民团体法已经对袂着时啊，要赶紧放入年纪的限制。教育用于上课加一寡活泼的知识。这个团体台湾小型教育由全台16到20岁的青年组成，提供弱势教育服务。但是因为人民团体法规定，成立民团至少要有30个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发起。因虽然有心要推动公共议题、参与公共事务，却因为这条规定无法度成立协会，受到限制。我们在向企业或者是个别支持者拉赞助的时候，时常就会遇到法人的问题。那因为我们不是社团法人，所以我们就少了非常多合作的机会。
因此，即便企业有意愿合作，我们也没有一个管理组织的账户专户能够管理我们的金流。11月20国际儿童人权日之间，有青年团体参关心青年人权的 NGO。有时代力量陪同召开记者会，会有修改人民团体法的年会规定。我们在儿童权利公约国内法化10周年的时刻，7、8年前的时间，国际审查委员就已经有提说，他们有关心台湾现在的儿童结社权，是儿童只能加入既定的一些团体，那没有办法自己成立自己的团体，就是儿童的意见必须被迫要跟着成人的方向跟成人的想法去走。民间团体指出，二小无给社团造成只通参加大人成立的组织来发声，无法度家己发声。时代力量也激励政党法开放16岁的国民会当加入政党。人民团体法所限制共因的青年结社团真无合理。这个民团正咧参国大党团沟通，希望修法放令人民团体法的年会规定，上无甲政党法同款，爱放令到16岁。记者王兴忠台北报道。一年一届的闹热滚滚艋舺大拜拜，艋舺青山王文化节昨暗起鼓啊！有3天的暗访，互规个艋舺人是吵吵吵。起马咯！这句起马咯，就是要甲青山王禀报，准备要出巡啊！会伫艋舺行透透。逐当的旧历10月23，青山王做生日的时，庙方拢会举办青山王祭典。有光桥的信众讲，因为青山王的灵城保庇对18岁开始一定光桥11档啊。毛信众讲，因为青山王可以带到一个水母。11档啊！我自18岁开始行。迄时阵有甲青山王下愿，祈求讲有一段好的姻缘，然后求好了。无偌久，2、3个月了就熟悉阮某。艋舺青山宫建庙到今已经168档的历史啊！伊就是艋舺当地重要的民间信仰。庙方表示，当初建庙是因为1854年艋舺地区流行瘟疫，泉州会换人赶紧甲家乡的神青山王请来艋舺，后来青山王就成为专门化解瘟疫的神。169档以来，总共经历4遍的大型瘟疫，拢在艋舺。青山王当时1854年平乱了这个瘟疫之后，伊讲伊无爱回去啊啦。青山宫表示，逐当的青山王暗访仪式，拢会伫暗时游行，是为着要让青山王伫暗时替信众来掠妖魔鬼怪，保庇艋舺地区的兴旺。为期3天的活动，伫拜3开始落日。今年庙方嘛特别开放100年的传统，找20台真人计程车来游行。庙方初步估计，大致拢有2万至3万人来参与。青山王祭典是台北3大庙会之一，嘛是台北市无形的文化资产。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也伫新竹的新丰乡一间土地公庙闹猜猜，这是因为昨在信众特别为土地公照顾礼举办婚礼，现场有大饼，阁有圆汤。迎亲车队沿路擂鼓放炮，现场热闹滚滚。拜拜桌顶有大饼甲圆汤，这拢是专工为土地公传的传舞礼。庙方阁特别替土地公煲甲菜，实在真趣味。我一生当中啊，头一摆看到土地公传舞的，这趣味啊！啊，这是啊，食老这啦。土地公大半拢有某，啊，阮这土地公爸也无传某，啊，大家是讲找一个机会去传一个某的啊。一跋杯讲连搬50杯啦，吼，土地公爸有够欢喜的。阮拢吼照咱一般的嫁查某囝共款吼，啊，阮算。这土地公无伫咱这个地后宫这边遮吼，所以阮是算女方啊，所以因有准备大饼，啊，阮就准备共阮准备圆仔。庙方人员摸土地公参土地公煲，两位新民面顶充满笑容，准备就车登去土地公庙。有100年历史的新丰乡埔头村土地公庙是在地人的信仰中心，庙方特别跋杯请示。啊，有人建议讲吼，无来甲土地公带一土地婆，啊嘛大家认为讲安尼可以，啊就甲跋杯，我们就开始呢做筹备啦，大家找个良辰吉日啊，给土地公结缘土地婆。不要以为说你只有人才会提莫，连神也会有提莫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满意，是这时候我们的使者来问他，看他同不同意，满不满意。庙方除了依照古礼帮土地公办喜事以外，
中岛阁传好料办桌，邀请大家做伙来斗热闹，信众嘛来到现场拜拜，希望地方有土地公保的保庇，一切平安顺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湾的金鸡演社这剧团成立甲打超过30年啊，因的特色就是有充满在地文化的台湾歌舞剧，有导演用18年的时间，对金鸡演社的脚步世界去，嘛记录因无前无后的故事。古希腊的诗人荷马的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发想的剧本，就算是希腊神话，金鸡演社剧团也通用台语版。而且希腊悲剧伫电影布莱德比特，伊都用英文啊，是安怎用英文讲，是安怎袂用台语讲。金鸡演社剧团1993年成立，到达超过30年。剧团的养分来自民间欧佩拉戏等等台湾文化。因创作的《普龙宫开花》《西来庵》《这初意》，拢是真出名的台语歌舞剧。公司纪录观点，甲金鸡演社台顶大咖的故事翕做纪录片。台湾戏剧本来就是一个最小众的，尤其是台语更较小众。台语戏剧的演出，伊甲这块土地，伊一定是有一定的关联。纪录片导演吴英杰用18年的时间，对金鸡演社的演出世界去记录金鸡演社安怎甲民众切分的议题重新编写，成做感动观众的台语戏剧。像讲，阮有做一出叫做《西来庵》吼，这个就是咧做台南抗日的这个事件。啊，这物件吼，伫咱的教育的内底喏，咱的册内底写干一小段尔。1点尔，到底迄个材料要去倒找？对阮来讲，阮就是爱去找。金鸡演社剧团30几年来，也毋是一路顺遂，是经历过财务危机、疫情停演等等。这支纪录片除了台顶的精彩演出，也翕台卡的难关，甲团员之间拉像一家伙仔的感情。纪录片土生花开金鸡演社，拜四暗时10点会伫电视播出，也通伫公司甲网络平台收看。记者顾问王兴忠台北报道。好了，或者台湾歌剧教会詹道雄，伊是台湾真出名的声乐家，伊会晓指挥，会晓作曲，会晓编剧，真厉害。伫月底的时，伊要回去伊的故乡彰化举办公益音乐会，伊安排宗教歌曲、歌剧抑个舞蹈，而且毋免开钱，就当互民众看到国际级的表演。舞蹈家蔡培玲带来弗雷明戈精彩舞步，就连台湾歌剧教父詹道雄嘛踮咧顶当。詹道雄受彰化市公所邀请，这个月30要回来故乡彰化举办公益音乐会。国家音乐厅的表演一场门票起码都要2、3千块以上他愿意回来返乡返乡做公演而且是公益的演出这起来非常感动。詹道雄这边的公益音乐会安排11首歌曲，参3支的舞蹈表演。其中上特别的是，詹道雄甲歌剧《塞比亚理发师》加入台语歌词，以彰化景色甲古迹做主题，编写出彰化上歌。彰化是好所在，伊是白龙溪甲水牛的故乡。伊北边有一个大渡溪，南边有一个都是个阮鹿港龙山寺的大舞台。我弄得下水，我给大家做一唱啊！很荣幸可以跟曾道雄老师一起参与他的音乐会。我相信在整个现场音乐跟我们舞者的搭配之下，会非常让大家有非常戏剧张力，然后也有画面感这样子。彰化市公所表示，詹道雄教授全世界表演透透，这边真难得邀请伊回来故乡。音乐会提供1000张免费的门票，予民众来睇，希望大家拢会当欣赏到国际级的音乐表演。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体坛大车拼，夜暝11点，咱同齐为台湾队加油。2024世界棒球12强赛，咱台湾顺利拍入前4强，超级循环赛夜暝11点是咱台湾第一场要对委内瑞拉。昨昏是官方安排的练球日，咱台湾队嘛有伫下晡练习。台湾队王牌倒手pitcher林育民。
积极热心练球拼球术。另外，伫大学大战大打拍出3分炮的吉吉了公馆，嘛全精神伫打击练习区，希望明仔对战未来水啦，嘛相款会当结出好人。内野接投卡球，外野是接杀 fly ball。台湾队全队伫有限的热身时间，要临北东京巨蛋，就是要甲客场变主场。头一阵的对手威利斯拉是由几内大联盟的选手所来组成的。中华明仔先发投手是什么人，大家拢真关心。明天的先发阵容，我们会依照状况很不错的选手，我们先去做一个比赛。每一个人的一个心态都是非常的一个兴奋的，他们在比赛中能够赶快去投入，就是自己的一个优势。委内瑞拉的队员嘛有几内台湾职棒的投手，其中包括富纳哥、罗哥，因拢参加富邦悍将，下晡嘛来练球。强调讲，台湾的马打手因拢真熟悉，对输啊赢因嘛无把握。They're in Taiwan, so I know them too. So will be a really good game tomorrow. So if you make a mistake, you probably lose the game. But I mean, it's one game to survive, and all my teammates will be do their best in the field. 这届台湾队4胜1败进入4强，按理开始对战委内瑞拉、美国、日本。按那原本出席参赛资格时阵，世界排名较输美国，所以顺宽赛每一场拢是成功。不过为着甲台湾英雄加油，真侪球迷战胜队拢自费去日本战胜。中华队加油！到现场去见证他们的胜利，没错。多一份声音，就会多一份力量。在东京巨蛋喊爆巨蛋，主要花他们帮忙，他们把机型加大，那等于有一个等于专机的概念，那让我们的教练、球员、随行的相关的工作同仁都可以搭同一班飞机一起回到台湾来。4强赛第3天的复赛结束了，会由对战的成绩决定2次冠军季军战交手的组合。那唯一不败的日本会以地主的身份挑战2连霸。不过就是赢，台湾队会继续挑战历史，全力来拼冠军。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有至17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是至17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至18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是至17度。外岛16度至23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